对控制台入去看迄个做装置管理员装置管理员，然后这音效卡用，声霸卡、音效卡，音效卡，看伊这敢有启动哦，看看有没有启动。哦，因为一般电脑都会有这个音效控制卡。音效，好好好。啊，就无就是你迄个音效算，看伊敢有迄个，敢有迄个启动无，还是迄个正常的？那本来拢有一个是哦，界面板哦，你互人迄个选择。还是你看，因为电脑要有声音，一定会要有音效卡。啊，好啊好啊好。那你要没有音效卡，声音没办法出来啊。有有有。音效卡，他看它里面是不是装置操作正常。哦，好好好。哦。啊，你要甲人报讲做啥物书法教室来遮上课？啊。要报讲啥物书法教室？阳明书法教室。阳明书斋啊。哦，阳明书斋好。